台北市即个跨年是吸引到大约20万人，警方大动员伫咧戒备。因台北节温嘛是加强疏运，统计伫咧2点进前就已经完成散场。徛伫节温出入口戒号，为着跨年活动的安全，警方动员超过3000警力，伫各节温站周边戒备维安。那会不会觉得今年因为蛮多警力都进出，会不会觉得今年跨年比较安全还是？安全多了。台北跨年晚会活动结束了后，8节对12点半左右开始，有大群人要回去厝。就是看到蛮多人，然后都往捷运站挤这样。市政府站真做是上侪人的一级战区，为着避免发生下体意外，捷运站内捌暂停电楼梯的运作，民众必须爱排队入去月台。迎接2026年，台北捷运启动42点钟无关门，放烟火了后实施3阶段人流的管制，而且开放热线、南京三民站，也有小巨蛋站，互人会当免费坐车。今年跨年暝虽然有落雨，要是剩差不多20万人到场，比去年22万外人减一寡。佮加上大巨蛋蔡依林演唱会伫咧跨年进前就已经散场，台北捷运统计疏运伫咧半暝2点完成，全线运量差不多是292.7万人次，也比去年减2.5万人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